面对全国大客车运将人力的短缺，市府积极推动市区公车路网的重新整顿，其中都会公车的客行正是最后一部分。高雄局希望以大型车辆的高运量，加一天88班次的密集来应应地方需求，嘛加其他生活公车、储备公车有所区别。这条路线呢，我们是由这个一路转型之后呢，而且还加班，而且延长部分的这个行驶里程哈。那本来是72班变成88班，那本来终点是在台南火车站，我们也因应地方的需求，把它延驶到成大医院。那部分班次也因为尖峰上下学的需求，我们有成大南工的需要，我们也把它延驶到这个永康区。那终点是在我们府城客运的永康的总站。那我们希望这个新的都会公车后续还会有6条会陆续上线。其中一条3号的明代贵宾陪同，嘛将101都会公车来体验，向前市区公车路网重整迈入新的阶段。尤其对于我们喜出湾里还有南区大概11万9千人大概将近12万的人口，以及北高雄的茄萣连成一个生活圈，那跟台南市的都市服务机能这个政府以及医院还有一些购物的需求，事实上都可以满足。所以这个101公车，而且将来我们的班次提升到88，一天88班所以说这样子的密度、这样子频率以及这样子的服务路线，都是切合民众的生活所需的。原本1路公车现在改做101都会公车，正是依照过去运量甲实际需求来调整，以回应市民。该公车路线串联南区起树、湾里，一直到高雄嘉庭，并列车生态病院、永康总图书馆以及台南车头，不止市民通勤甲就医方便，家庭学生若要前往台南市区学校，嘛当透过单一的路线直达，节省时间，提升效率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